喂，来位哦。Oh my God！ 哎，嘿咩位哦？哎呦，这人啱咩喂？喂喂，哎，why very dark 啊？Oh my God！ 错啊错啊你，哎，安怎你学的？你啊兄弟，OK 啊？哎呀，今晚做個差咧，喂大佬，點解咧？唔夠光，唔夠光，再光啲。唔係喎，睇到我自己好黑喎，做咩咁黑噶喂？哎，又唔掂。啊，钟，你看到我很黑嗎？成個豆豉咁係咪？我都唔知道，我睇到咁黑嘅，冇理由啊，冇理由啊，啊，刪咗你啊！誒，咁樣咪仲好？誒，咁樣 OK 嘛喂？嚇？係有個 OK 嘛？看到好亮啊，很亮，哎，OK 啊？哦，哎呀，搞很慢呀，不黑，不黑了點咯，還有1分鐘啊，可能慢打掉了。我昨天有看到啊，昨天看到說你差不多完了，我唱到最後一首歌咯。啊，我有傳我的名字出去這個熒幕裏面嘛。OK， 再來個，啊，我一個資深老前輩，這80歲了，不會上 Facebook，呀爺呀！誒，帥多了，叮叮叮叮，莊國又來了。哎呀，可能買來一下，一流啊！我是少林，你剑灵 ，Benny 中，哎，哇，今天好多年了 ，SKT 秦勇有空咩？啊啦，要捧我的场啊！我昨天白天去大曼斯干买一套烧卡，这个麦是以前有的啊。哎，昨天人家 complain 没有 complain， 是今天早上他講，哎，少哥你唱歌啊，要飛來飛去一聲，哎都唔知道，天拜先炒來啊嘛，冇炸過，係嘛？哎，類食飽咯，應該皮亞陳 ，OK， 青用唱歌㗎。唔知講下句啊，每天唱歌咧。來五九表冇買到 ，MCO 冇出去，嚟啊！飲啤酒啦喂！享受黃毛啤酒，境界美妙，順利順後。我要上讓。阿強啊，哦，阿強馬路甲 ，OK。哎呀，哇，我小啊，裴雅晨是嗎？裴晨是裴雅晨嗎 ？OK 啦，好，哇，沙巴，哎呀，呵呵，竟然有沙巴仔嚟啊！喺沙巴咩嚟啊？啊 ？OK 啊，有沒有寫到？看得到是啊 ，Jenny Wong、Kit 鳳用，啊，裴晨真的是裴雅晨，
哎呀，我的米飯班主啊，每一次咧嘅仔結婚啊，就唔使講4000蚊，我嚟就嚟啊！每一次嘅仔結婚都4000蚊，然後散場咧送我一支話好名貴酒嘅，嗰個聽講嘅仲有一個仔要結婚嘅喎，李亞晨 MCO 啦，神回咯，對不對？啊，開發嚟啦，開發，哎，買加沙啦，Roy อยู่บ้านงานจ้างบอกงี้เว้ยแคนดี้ช่องก่อนช่องก่อนเดี๋ยวจะมากิน咗จะ中條葱絲捱咩件呢？可能係天吧，溫小生，梗係吹一歲啦，現在，哎呀，賈曉堂女冇撐到咁嘅，衝過，OK，試一手 OK 嘛？大家都照顧你啊，宅都照顧你係咪？好。白色嘅也信曉啊，係少揸花拿破崙，前期冒煙3把招啊！爆女嘅唔會笑，係煙啲連夜花招，良心啊捱唔叫，喂豔招，邪家起來向笑，毛衣啊有個啊衰法啊咩？OK，話都問我喺度生嘅喎，生咗沙西啊 ，OK 啦，咩演唱會啱嘛 ？OK 啊 ，KK，OK 啊，對咯，毛講嚟咁有倉，毛錢講係有倉啊，冇掉一條而乜冷我係鹹濕果王嗰啲 ，OK， 可能扮業嚟啫。金桂光看望，哈哈，花相情，先地流，收個從客家，昆得招啊！哇，好多嘢嚟嘅嘛，喂，側眼啲閒咧嘅嘛，喂，落水田啊，同你講啊，有老婆就喺邊，老公瞓覺。都狂啊！同講啊，個雙鳳啊，喺咩中 COVID-19 啊喂啊！哦呀，嗱冷氣去睇嗰條，然後照謝光大哥，謝光哥係咪？阿爺啊，好凍啊！落，哎呀嗱，落雨落水嘛，呀！要來衝拿督過咩？而家拿督上法庭都兜歉啊咯，對唔住啊，我打錯人啊，對唔住啊，天氣熱了啊！我其實做這個直播呢，有一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我的 Facebook 裡面呢，這個主頁啊，他講你2個禮拜裡面，你一定要達到有6個小時的直播，然後呢，然後你的 fans 有超過1萬個，你的 follower 1萬個是吧？你就可以獲利了，你就可以拿星星了，送星星啊！一粒星星美金是1分錢，大佬美金1針啊，好犀利嘅知嘛？1針。1萬嘢咧可以攞成幾千粒噶，所以大家有電話入嚟啊！阿亮，亮嚇，問佢下喂，咩啊？而問佢我做嘢啊？要啊？即係潛歌，OK， 尋咩一隻唔啱咩一隻？哇！特地打電話嚟問你看一下。阿 Roy， 潛色艱難啊！人人講藝有得來見，
歡笑亦自然，快樂個神仙萬千。係雞嘢，梗係詩嘅。好多人話飲酒一定要燒煙，如果飲酒唔燒煙咧，就好似揸骨就冇揸到，冇揸到嘛。哎呀，點樣講？哦，冇揸，冇亂試啊，冇亂試啊。飲酒唔燒煙就係揸骨唔揸，唔揸個肩，大佬。有時呢，老人家呢度啊，50肩很痛的，你知道嗎？你按摩啊，要去按那個肩膀啊。OK， 嚟啊！定係跳一張睇過熱乜照張？而家嘅問題係呢個 Facebook 從1月，哇！安義講好，從1月1號起啊，1月1號起是嗎？你唱歌可以，你不可以拿其他公司的那個音樂。你拿這個音樂呢，你就中 warning 了，他就會給一個黃卡俾你。如果你再用呢，警告你呢，你再用呢，佢又出紅卡，紅卡就死啦，好似踢波咁樣紅卡，3場波冇得踢，3個月就玩完啦。所以好多歌星唔知道。即係會兄啲所無嘅詩啊，晚夜都要攞人哋嘅音樂，唔得噶喎！而家新歌唔得噶喎，但係佢哋係冇收費嘅。李永平什麼來歷啊？李永平是沙勞越那個嘛？啱嘛？Roy 啱嘛？沙勞越以前模仿黃清源的。王清源差點給他打倒啊！這個王清源真的寶刀未老，你知道嗎？百毒不侵啊，誰來都死的。你不要以為他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情誼，怎麼能忘記？放工一條龍，做工了一條蟲。那這首歌也不可以唱的。竟然講句話，可能唔知點得啦，唔知道。王爺一條龍就是那個齊秦的大約在冬季，你一唱下去，他的公司馬上就警告你了。不要開玩笑，除非清唱啦。用強時貌裏好陰功，同朋友家裏有詐肚痛。做工一條蟲，放工一條龍。麻雀通宵，嗌生意來碰，旺財來臨那忙啲結會風，嗌前世馬標講一種，期都漲咗4破地太郎8422，佢都開8222，唔係就開8622。哎呀，迄個寫到還是做播咩？有雷風流日子裏，唔曉閒來度來用。仆街羅線日子裏，還善在講好條通。旺財來臨，那命地結會風，嗌前世馬票漲稍稍就中。往日一條龍變了可憐蟲，毛裏當家谷到愛條風。就安哥林係最難唱嘅啦，1969年啊，雲頂開咗間酒店啊，呢位大老細啦，名稱安哥林，好難唱啊！演製國嘅陳咩要唱，睇你冇方言國，而方言乜要揾拎來啊！以後演忘記得咗嗰時啊，好慘啊！人哋嘅老婆唔可以攞嚟用啊，知冇？所以咧。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妻盡管欺啊！誰講的？唔就，星仔，溫孝生，莫可能呀，莫講嘢。有隻阿婆媽唔錯啊，許冠傑1978年咧，我就攞嚟用，
用到而家40幾年。初嗰陣時咧，我喺麗豐嘛，冇問題㗎。麗豐大公司幫香港公司有聯絡㗎嘛，真係冇問題嘅。嗰陣時唱乜都得，而家唔得咯。而家你唱超過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啊，關人啊，係有戇居啫啊，就超過就唔得㗎啦。泥水乜？前晚泥水乜 ？OK， 一隻泥水乜掉喺200塊咯，看那張羽毛。以前做直播，所謂做直播咧，要揾班 team 嘅嘛，一個 set 電視，一個 set mic，一個寫大字報，講咩嘢啊？一個斟茶遞水。而家買年都冇自家一腳踢，而家見到一條果咁就嚟會，哎呀，錄音師又冇，來啦，潛得去，有隻泥水妹啊！1979年下，1979年，秦勇是你拉起來的，不是啦。秦勇那也是我拉起來的，除非他跌到龍崗，我拉起來就有了。秦勇是郭炳基拉他起來的，明白嗎？郭炳基的藝名叫做秦江，所以呢，他就叫。按这个秦勇叫秦勇姓苏的，所以呢，他不敢上云顶了。苏吉丁来了，放音乐，爱水妹，哈哈哈，哈哈，啊，OK 啦，哇，好熱鬧啊喂！對面嘅泥水妹，夾夾一擔火來，阿哥夾盡妹來幫，舊舊嘅木架日劇搬上，熱曬來了汗，哎呀架條我毛上乾，濕機沖了啊記到唔曉抗，喂泥水妹係後浪，嗱睇架個泥水妹。扎扎都要身材，老實事要曉湯飯，要前夜會等聊台。講客家調，逆聲，我亂來嘢啊！實事冇辦呀綁燒台，喂，而嫌到超曉來，阿李東陽都來啦，李東陽。喂，對面嘅泥啊泥水妹，夾啊夾啊擔火來，阿哥夾咗阿妹來幫，舊舊嘅木架結劇會上，熱啦曬來了啊汗，夾條啊冇相乾，濕氣沖了啊記到唔曉抗，喂，潛水嘅愛江浪。嗱，睇假個泥水妹，啊扎扎都要啊身材，老實事要曉湯飯，嗱要前夜會等聊台，嗱計準啊同啊魔聲，哎呀打啦索嘅呀會，實事冇辦呀綁燒台，泥水妹係天才。扎扎人講泥水妹好身材，拍手掌，講起嘛，這首歌那麼久嘿咯，1978年，深深的愛不給唱了，昨晚上你就警告我了，深深的愛。禮貌山那個水華已經註冊了，不可以唱。今天閻王啊，唔唱的，唔唱了未？丟棄父親啊，就我忘記佢咯。Rise through， 從木瓜果，你用木瓜果嚟哦，朋友啊？
因為冇掛過來，阿婆買唔出嚟，你咪創。你已經 Superman， 哎呀，講泰山的故事啊，講東講西講嘢後生你，講西講北，生你做唔切，生你做唔切，阿你講，嗱，以前啊。以前泰山啊，啲毛族夫、毛族大夫啊，就講，而且係拿樹皮啊嚟炸換嘅啫。嗱，有一日咧，泰山嘅樹一位咧，就同馬騮仔教啦，突然間就聽到響啊，用個喊救命喎，佢望落去一個紅潭一位咧，就一隻鬼妹咧，游水咧，跳過呢條惡啊，追揾佢來咯。哇！又拜到泰國咯，太連國啊又拜，就泰山你看到唔對路咧，泰山都拿條田啊，拿田對吧？田咩人識路啦？後泰路一田來啊，而且飛落去一年，飛落去一笑咧，就將阿妹仔撈滿佢啊，就叉佢上嚟。嗱，阿隻妹仔又拜，佢都知道，喺講鹽捉完泰山喺度田咧，然之後跌落去啦，啱冇？而千差啊，十面嘅一炸，就炸到一條東西咯。而講呀，拜泰國咯，泰山啊，本來咁又降歪，突然間見到，哎呀，哇！而講咧，原來鬼妹炸錯就甜咯，炸到一路體制啦。所以泰山咧，從一日起啊，就向鹹鵝衣鵝咯，鹹到鵝衣鵝先時咧。好痛苦啊！他那痛苦要覺得好連爽咁樣嘅，撞山鼓勵，撞山鼓勵。阿勇而都跌，講下啦，一隻總條啊，用啲歌啊，仲要一隻總條啊，黑揀嘢條線，乜有沒有？試下看啦，啥咩？喺度 fans 喊到李德強，擺雕花床咧，其實同佢合唱一條歌，而合唱咧，亦都雕1000橋嘅花邊嚟，只係後電梯房嘅啫，一客家樓啫，哦，正呢度眼咗 fans 咧，要7、8集都叫咯。我小時候外婆媽媽開卡帶來聽。哇！即係你都婆添啊！哇！前面後頭咁啲係叫衰，冇架跌到啊！咁講嘅唔啲，唔知等你心思思。哎呀，專欄創嘅客家語條線 ，OK。客家語條線係在10幾年前代表馬來西亞 Astro 去台灣參加咗客家之夜，哇！開玩笑。蝕出飛機票係帶得初小去，而且係帶埋嘢，帶個偷嘢啦平縮去，哇！一流啊！坐飛機啊，坐飛機，我哋本來坐到建機喺條建機廠咧，喺度夾位啊，我有都去爬過去喺度。我話你咪跌到，一上咗飛機，就坐前輩一兩撞哦，講厲害冇？前輩兩種特別嘅啊，超舒服啊！做啲水木啊，有藍照咩啊？我一聲然後第一拜，而家多謝 Astro 出錢啊，係冇？其實 Astro 又親我哋唔收錢啊！以前每陣日啊，配套200幾啊，見到電信啊就 cut 冇工作 cut 到60幾，落地都去家得走線，唔是搶飲茶。最快就係免款起價，評估親切嘅小販啊，講熱鹽公話樹沙油炸龜鹹煎餅。大佬，我有76咩？而且咧油炸龜嚟嘅嘢，一鹹煎餅嚟嘅嘢。男仔油炸龜唔可以淨係講係76啊，一鹹煎餅嘢我講。其實係嘅，所以你加3歲78啊。OK，客家語條線，
下看啦。哇！张少林创作，你隻強音嚟嘛？我哋有忘記歌詞啊！愛係一隻真種客家人，叫硬頸硬骨現咗要現片，莫本出線，大家客家人，做事好合作好切心，回頭望5,000年，還有大千年，發揚客家文化的愛行線。抬頭望天向前，來相看啊後向前，發揚客家愛來帶條線。愛係一隻真種客家人，叫硬頸硬骨現咗要現片，莫本出線。大家客家人，做事好合作好切心。哇，讲到我像45岁，爽到死！掌声，喝酒！新婚2000人有咩？30歲啊，2000人啊！嗱，愛係一隻真種客家人，叫硬頸硬骨現咗要現片，莫本出線，大家客家人，做事好合作好切心。個先假年響，抬頭望5,000年，還有大千年，發揚客家文化的愛行線。係看後生講24歲啊，啱開始都50歲啦，差唔多。係一隻真種客家人，叫硬頸硬骨現咗要現天，莫本出線，大家客家人。做事好合作好切心，客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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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線，客家人，客家人，如果爭係爭得啊厲害啲，哎呀 ，OK， 狀態屬包容嘅好，唔係講包容。睇嚟有一包容嗰首啦，呢個唔包容咗嘅，哦。而且係彈吉他喺後查啊，而且係彈吉他，係彈到嘅，哦。李建龍、辛迪清、劉俊明，或者台灣劉俊明，劉俊明是啊照顧啊，天台照顧阿俊係嘛？係咩客家三包嚟嘅？喂，台灣紅到台灣呢個搞笑點啊？嚇，連時連某連樣，你用佢連時連樣係嘛？少啲來，喺某5,000人冇做直播，1,800啦。尋日唔咩啊？個主頁嚟唔貴嘅，尋日係用另外一隻 Facebook， 所以好多人網頁嚟，奇怪點要按多人啊？然後我見啲人用咗成個而放出去，而冇放一隻花花碌碌一隻冇用嘅，啊！用個好多面裝字嘅咩？裝字面係冇，字上面係冇，就像裝樓一裝放喺中間咧，哇！客家人啊，講哎呀，喺客家人撇嘢，有毛念水蛇啊，อย่าไปไทยบอก
OK， 講嘅話啫。以前啊，一隻和尚仔同一隻老和尚咧，就在山洞嘅廟，有個老和尚就向和尚仔拿仔把啲花言。啊，和尚講：和尚仔，你落去一條村，全部客家村來嘅，而一天內一到一講客話，客家話好簡單咧，乜計講嚟句咧，而家就練書都啱啦。啊，譬如可能個阿爸，而家響佢喊咗練盡，練盡啊練盡，可能個阿媽咧，就響佢啊練堂，啱冇？啊，可能個來自練公子啊。和尚仔講落去，和尚仔得啦，師傅，得啦，乜計都搞到練書都啱啦。OK， 就拿着仔筆下山啦，落個半路咧就好開，就是一棵樹底會休息下子。唉，你咪提到咧樹墩咧，因為掉在隻鵝毒樹咧，就跌落和尚仔條啊位，呀拜太鑊啊！太鑊，啊講叫太練鑊啊！哇，射唔到毛水 ，OK， 就行到村那邊啊，就天間我都看到隻掃，拿掃把就喺掃地啦。和尚仔就好靚嘅嘛，哎，練掃，條線咧要係練掉，我都練絲浪啊練條，全部練掃要練水邊係成啊練條毛，嚯！呀，拜太鑊咯，見有毛，好啦，練手啊，四和尚仔一撥呀，太人啊，毛都盲生斜啊，練條，拿手把棍就劈過去，和尚仔練碎咗嘛啦，嗱，練棍一條，不靈不啷劈到佢雞飛叫照啦，哈哈哈，撞山鼓啲。哎呀，個硬嘢咯！唉，講練鼓要講5分鐘，係咗8種條。好啦，練棍都要一條，集都係要啊！唉，難忘記，容易每一份都放棄，係唔敢唱啊，前唱 OK 啦。很開心。行嘅牽手來度戲，喊將婚姻提，永遠的不分離，切格的發痴心不移嘅嚟連理，一下變心，冇講不少嘅道理，係東西，人相思偏得係難移，呀最賣人啲。過去的唔相提，每日都想到伊。因此你愛深深愛你，我親口講一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哈！而家都知道。一首歌嚇，因為潛出來啊。OK， 一隻人啊，冇做壞事，又冇放火殺人，而下寫咗地道要演歌，冇個冇演歌啊，楊一財1333都冇 COVID-19 人多 ，COVID-19 咧3件嘛，我炒過 COVID-19 ，OK 嘛？超過COVID-19 OK， 嚟唱個小歌啊，演歌，所以咧而彈嘅咧冇亂彈㗎，啊，你唔敢講啊，彈嘅東西，係啊，雜都講得好啲，似模似樣，啊，係今天羅賓什麼來的？羅賓就是以前那個英國那個啦，乜嘅？劫富濟貧啊，羅賓漢係嘛？羅賓漢係嘛？誒，點解同你講咧？唱個歌啫。
穿肠过，佛祖心中坐。前人啊种树那有银两，子孙世代啊记心上。前些因果嘿有，那讲到好长。忘记果子。嘿有福旺啊，前世将火来旺，今社會凄涼。人人愛孝親敬老，也孝順教堂，恨愛繞責孝閃藏。喂，有福同下鄉，沒有甘苦熱下爽。男人唔厭酒，咳嗽二平腰，一杯接一杯，大把妹仔醉。前世將火來放，劫社會凄涼。人人愛孝親敬老，也愛孝，愛繞責孝閃藏。喂，要福同下鄉，冇叫啊！甘苦熱下爽。黃之光啊，咩壯之光啊？笑捱啊！壯之光啊，朋友來，以前喺流活咧，壯之光啊，港仔嘛，在上街裏出嘅啊，唉，流活好多朋友咧，差唔多一班啊，冇聯絡，3分熱咧行去差啊！哇，桂林菜啊，一名唔錯啊！桂林菜，特別買來，你的女兒變臉，係搞嘢嘛？以前變臉，喺傳面男仔，妹仔唔得學嘅，你話？所以總結師傅來咧，來同講，師傅，你教我了 ，OK， 可以啊，少哥我可以教你。我只能夠教你四片臉了，哇！這樣學了4塊面，或者講啦，學就學到，學佢咧，上面3年定嘅啦，對講啊，但學佢咧，但遲家就告別我妹子啦，我妹子叫張小恩啊，上過電視 Astro 啊，馬來西亞第一個女孩子變臉，可是現在沒有了，嫁人了咯，5年了咯。唉，5年了咯，講真咧也唔蝕啊！阿龍必今天唔蝕啊，講真啊，而蝕講真咯，蝕啊就烏龜咯，蝕烏龜就蝕榴蓮咯，啱冇？寫榴蓮都蝕啊威廉仔咯，還有好多啦，強敗雪毛，按出名，宋介瑞 ，OK， 唉。我的孫女很可愛，是咯，就是那個廣東七洞槍那個打鑼鼓那個打鑼鼓嚟着，我孫女嚟嘅。好啊，買個一來啦，1800幾張嘢，雪蟻毛
阿麦啊，誒阿麥咩出？阿麥出嘢啊嘛？阿麥咩啊咩送個女阿麥嘛？佢哋麥嘢 CK， 嚟麵邊嘅飯麵就好啦。然後即係佢話起碼出鹹濕個啊 ，OK 啊？CK 兩行茶，行咩茶？慢慢呀都行茶，行咩茶？哦，慢慢呀都行茶，喂，冇搞笑哦，嚇！男人唔補啦，好易老；女人唔補就好易冇。佢講拍艇鵝講啦，拍艇鵝咧，兩隻蝕中，三隻只啲行去踩。打鼓樓咯，六指琴魔，打吉他咋，打主演嘅咯 ，Alex 咯，陳一鳴，打 bass 啊，Jimmy 哥哥要行去踩，因為我同傻佬，提供聽講人，行出一位。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番禺。先生聽到咁講係 OK 啦，來啊，唔好啦，打督過要一衝咧。溫條，尋日冇聽到係冇？潛咗。尋日冇聽到 ，OK，尋日冇聽到，潛出嚟啊！誒，聽下聽要學論喪啊！真係啲人彩謀喎 ，OK， 送到嚟睇下聽下啦。來相信佛，我有怕的怪有。嚟啦，打到！冚唪唥打到出嚟。你相信佛，我看清楚有冇打到。打到冇吹啊！一刀打到認罪要判200打。我是打到李宗偉，佢打波後一歲。我是打到賣個妝，暗暗斜架啦杜相撞喂。賣個妝啊！要咪煙啊？要咪創啊？他掹出啲來啊！喂，陽光一刀打到認罪要判200打。我是打到 David Lai。佢講乜街都青菜，我是打到 KK 菜，分點多過99。我相信佛，我有怕的我有打到，最驚講一刀打到認罪講我好開心。你相信佛，我看清楚有冇打到，最驚講一刀打到認罪要判200打。呢個打督嘅，呢個盤嘅，打督買個裝咧，就中係 COVID-19，在醫院20日啊，在松街布路20日，行唔出得醫院咯，你快啲包治嘛，竟然籌咧上18骨地啊，唉，18骨地啊！念記北骨地真氣香，大家斜斜對來呀當。18骨地咧，50年前，50年前湊佢臨記北骨地，開玩笑。如果阿叔得45歲，好搞笑啊！我如真係好搞笑，好笑。
大家家地都去拉督啊，世界所有嘢拉督嚟啊，係啊，拉督，而家拉嚟督啊，係咪？啊，飲酒啊，飲酒，冇聽日唱阿婆媽唔吹啦，一班強來誒，客家叫王出嚟念下字看，唔係喎，還有隻鋪裝喺度穆斯塔法啊，佢出10月就出嚟煙啦喎，啊奇怪嘛，可能演技問題啦，咪個裝演技咯，抵抗力蠻強。穆斯塔法嘛，穆斯塔法，佢哋識咖喱多啊，啱冇？18個都是小花穆斯塔法，來啦，AC 溫啊，係 AC 裝，AC 溫，傅美玲，喂，阿美玲妹，係咪以前我帶你走碼頭啊？去邊度唱歌？忘記咗，係嘛？如果係啊，你再入嚟 ，OK？ 美玲喎，傅美玲喎，客家叫王啊，Sam Chin， Sam Chin， 阿個 Sam，OK， 飲酒，嚟啊！係綁嘢講啊，客家叫王丟喵王。其實嗰個笠八族啊，笠八，就係當係講人要人家，就唔得講粗話，唔得講超話，唔得罵人。偏一路過地波要啊，我日睇到中日反水，我得3塊。我日睇到中日反水，早前咧最早有愛上場也台北共產黨。我今天研究到这个烧烤可以变身的。OK， 前面音樂真。客家叫王蛇喵王，馬喂，打得啊 ，sorry 啊，聽講真係潛歌，啊。噔，毛啊，有啲毛。我你笑啊，咪個魯巴啊，佢嫌我話啫，毛初笑起人樣噶啦，要毛，馬雞練都毛住呢嘢，有客家佬嘢，有咩潛師？有冇錢老師嚟哦？其實愛拼正嘢，現外將出條料班劇嘛，創外將冇呢個，創外將啊 ，OK， 來，男兒當自強，想係詩啊，定係驗到兩倍張 ，OK， 來啦，一小歌，你客人都有創啊，就好厲害。出外做朋友，中山鼓勵真，哈哈！堅強愛，獻愛爭跳出跳。平時努力的人氣我唔少，還家睇些熱睇潮，來負擔啦嘿好笑，每年來創親也還涉橋，大到我拼骨條通要做到笑，恨驚我是老婆屋要超，你要做到看了。就是我當只靠我老朋友，嗱Sam，毛淚最痛苦，做到兩位笑出條，竟然只含有。已經24歲出來拍吉他到點啊51年了，在歌壇
什么鬼没有看过？什么鬼都看过了，啊？什么鬼个？就是一样没有看过，只有一次的，没有看过女孩子冲凉。哎啊，關你叫張爺爺啊，少少係邊有人同講啊，啊，哇，你9年閒閒，海南計翻係啲咩啊？海南歌係可能係有蒼瘦瘦啊，有海南人冇有嘅，係啦，有冇？冇有，劇能，哎呀！周潤發講完2個禮拜冇去冇假言喎，唔敢出咩唔敢出門 MCO 嘛，而冇可能阿蛇12條出來出去馬達 block 嘅嘛，啱嘛？咩阿蛇咪叻咯，阿蛇同阿水啊叻咯，哎，saya jaga itu koram itu ikan ah, sekarang saya baru mau balik rumah, wah查台胞查到1流，jadi saya takut itu ikan orang curi啊，因為啲人講，即係查台胞啦，真係好厲害啊！你咪去，冇啦，好危險啊！怎麼叫陣嘅冇工作，1000叫費呢？冇搞笑，冇搞笑，冇搞笑。而講前途費要去冇，前途費有冇去啊？咁冇，唉。你要海南人，妹，客家人多啊，小風，咪話係南人噃，家見啊，自家人客家人唔是家見人，怕是無點間啊，安格林，看下咋，跳下咋，係條命。有首歌係講點嘅唱啊，咩啊？係點樣？好多唔夠聽嘅啊！從來冇浪費心機。唱一首歌，我用沙聲好唱大壯嚟用。從來冇浪費心機，係有幾條難兄難弟，謝謝人實在開心，大家冇相爭冇殺氣。危險途有危險的，無法愛分各東西。人始終有個夢想，也有個道理。有熱愛，辛苦。那個先，天作話兒啲，做兄弟想辦法幫助愛。叫陣嘅冇工作啊！人王75唱唱57啦，唉，所以呢，千萬不要說人老，一人老了完蛋了咯，一人老你就哇老了啦，你第一你一講老女孩子不要接近你了的，你一退休就沒有朋友了，躲在家裏面更慘啊！頭腦就不去用，就生鏽，慢慢呢，就老人痴呆症。所以男人要年輕呢，第一多喝酒。專家講呢，喝酒可以把骨骼強壯起來。咁啊，人健康要阿 Sam， 那阿 Sam 呢？阿 Sam 一晚上可以喝，我說 Sam 真啊，安哥 Sam， 30罐啊，30罐啊，開玩笑啊！喝到了最後我跟你講啊，都不會倒。但是呢，少哥，將來做卡係好唔跳。佢講係咗家人啊，出咗8年啊，7條毛追過啊。有水不貴，水迄有貴啊！開玩笑，乜叫我醫唔講？啱嘛？安哥先要追過藝毛，追我賺，對藝追而賺，啱嘛？開玩笑，第3個啦，
哇，點樣省後啲喎？行咗電呀，行咗電到，呢個哇2002年哦，冇比較失望啊！佢呢廖宗琛啊，來念開腔，而家興啊冒充你冇做，你冇做，我冇做。我冇招，招冇朋友。如果我冇主任招啊，責啊，捉我嚟罵，收過唔出來，唔出來冇意思啊。電 open 去啫我，係嘛 ？Skydan，Skydan apa ni? Banyak minum benda kaya you. Ayah, apa tulis itu Melayu. Lagi satu kali saya tengok. Okay? 客家先嚟個，要啊！哎呀，看下前面客家先，差唔多啦，要一個人啊，客家先嚟個，同你講啊，福建歌咧，何你興啊，何你昂，福建歌咧，興昂發，咁客家人咧就好練事用咧。安陽也做碟，安陽也做碟，要挑戰來。樹上啊小鳥啼，飲酒而揸唔掂。我就叫興昂發咧，過去客家話，你biết客家人獻王法，獻我王我法唔對喎，獻法王啊！哎，從未聽下子，有個寫好多年下子啦，前面講啊。講嘢啦喂，嚟啦！嚯，汪啊！哈！一流啊！我喺和要咩？人生富貴由天主種，富人啊一天拜得好祠堂，一命一運得三風水，風水就愛揀在好地方。兩種有時天，五窮六七七翻身，一雙路面先家中。我潛啦，風水好地方啊，富貴山莊咯，富貴山莊潛乜嘢啊？潛阿發啊，阿發好多路啊。有志氣，亦有風光，做人啊有錢得到好啦平爽，出外就啊識得苦中苦啊，汗水啦心跳完先定硬爽。命中有時天創有，命中冇時莫強求，五窮六七七翻身，做喺拿督先家中。係啊，嘿，客家人愛獻，客家人愛發，客家人愛汪。客家人愛獻法喎，近啲來啦！生富貴由天啊主啊莊，富人啊一天拜得好啊祠堂，月命一運三風水啊，那風水就愛揀富貴山莊啊，命中有時天創有，命中冇時莫啊強求，五窮六七七翻身。嗱，做開拿督先家中，好啦，黃小燕咪嚟。細蚊少3363啊，好啦。哇！自家寫歌都忘記歌詞，
哎呀，唔係顯法，就講啊，其實每次其實生日我都唔知道啊，冇講歌詞，係兩千幾首歌，你咪記得咁啊？顯啊，發啊，汪啊，顯發，冇錯啦，顯發汪客家人啊，張輝明，一名啊兩到四人兩毛啊，黃木生啊，車木生啊，你叫車講啊。車講係車木生啊，木生，梗係解原來咯，木生，誒，係要言語嚟喎。命裏有時終須有，嘿，冇錯，廣東話命裏無時莫強求。阿玲啊，後日咧。超阿亮，講小一客家人咧，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太陽下要客人啦，而家靠危係冇，呀乜婆索盲嘢，太陽下要客人，蒼埋得少當噶咯，沙生要乜照啫？喺前面點講啊？我係戰中嘅客家人，勤勞好友重建，前方路艱苦有浪濤，唔驚一家人去撇，我而家靠我努力，莫問我出師，好漢出錢出力。弟弟講完，客人笑盡見，還 OK 喎生，75歲啊，馬航差都是調銷了，可愛的馬哈蒂，還有可愛的馬哈蒂咩？以前係創啊幾萬人講嚟，好厲害啊！哎用你踩住馬哈蒂做首相啊！見啦變馬哈蒂啊咯，馬哈蒂啊！嗱，喺講嘢記首相嘅名啊，客家話好容易記啊！T 而家係咪呢？冬菇，嗰嘢我哋啊，冬菇啊，好詩啊，冬菇啊，記得嘛？天嘅燃燒咧，燉垃圾嘛，我哋客家燉垃圾咧，後來記嘢記嘅反名，係咩講水嘅啊？嗱，冬菇啊，燉垃圾啊，第三屆啊，扶屍案啊，嘢記得嘅扶屍案，而且好犀利啊，扶屍案，誒，能夠唐人做首相嘅，相扶嘅喎，哇，厲害咯！阿 Frankie 調銷咯 ，Frankie 嘅把扶開嘛，好，將扶屍案再落嚟 T 四界咧 ，T 四界係乜嘅？阿杜賴啊，好像係咩？我叫佢阿杜賴，所以佢再落來啊，而家就行過用佢啦，光嘅啦，即係結啊哪結馬哈蒂冇哦，馬鐵哈咩馬哈蒂都到哪結哦，哪結再嚟又到馬哈蒂，哎呀厲害真係，本來一刀案法啊，案法冇去做，哦，係師傅係拜香嘅師傅阿譚。哦 ，T.C. 馬哈蒂最啲啦，有冇掹啊 ？T.C. 係馬哈蒂 ，T 唔似阿杜賴係嘛？阿杜賴就到哪結？係用啲後記咯，灰照，風見起後搖，灰客家人啊，一般要客家人，天意馬哈蒂。要教錯嘛咪個馬哈蒂一直忙出名，T 喺冬菇啫，
蹲垃圾嘛，你喺馬哈蒂蹲垃圾到富士安爭到馬哈蒂到阿卜杜拉就到呀就拿吉要到陣馬哈蒂，咪記得阿卜杜拉也記個法名嘛，阿卜杜拉啊，這樣好了。做周圍發，仍然有條法羅漢，切菜法羅漢，講到法羅漢啊，就啱變谷嘅係實嘅，買條法羅漢為2000幾條，最近喺邊係創落去嘅，換隻馬嘅試聲法羅漢，盲個愛，結果係掉起板仔啊，咧糖啊會，點辦法？盲個最法羅漢。要講法羅漢要出師啊，出埋鬼師，出師全部斬死哦！唉，阿家佬報告新聞，講到就掉啦。簽唔得創啊！尋日係創邊個 complain 佢嘛？第四種修煉，咩嗌排第三咩？真係嗌三個。我睇過，係要就係毛油燈，哎呀，這鹽水啊，哎，像裝啦，裝，哎，提上嚟啫，最後就係毛油燈，呀，出事了，啊，收個這鹽水，鐵三乾就水咩？這講錯話啫，心上人，全400、600。498係嘛？498係嘛？好啦，佛啊，芙蓉花開，芙蓉花開，芙蓉花展開。客家叫王聽講乜嘢嚟啊？竟然講句話出嚟蒼茅嘅，啊，捱掉唔一樣，命中有人今生唔殺的義。永遠不分離，一世尚未知己。唔得唱啊！一唱嗰啲，佢都輸埋咯。嚟，你要扮劇都嘅個散去嘢呢？竟然講句話，最難唱就客家歌，最難寫啊！哇！一兩年都衰冇啦，唱埋啦講。所以冇1997啊，1997年話知你1997，唔係啦，電話聽開嚟衝啦，最好笑歌，埋啲追啊，嚟啊，一條歌 OK， 嚟，啊，你木瓜床啊，雕花床啊。這夜貓戲啊 ，OK。誒，廣東歌我識啊。間間酒吧都四圍共，喺邊度衰啊？皮下水。卡拉 OK 的情英雄，漫漫醉亂墳前，幾多我唔會心痛。把內經理咧起勢磅，飲杯再嚟飲杯，要乾杯啦遙控，杯杯聲確係陰公，千杯啦未啊曾醉，酒角啦情英雄，飲醉有你頭痛，醉酒啦行入夢中，瞓醒今日起床。游龍精闊服藝係咪得睡過啊？係講睡過咩？你啱8歲啊？飲醉真好頭痛。福建歌咧，別在自己都冇照亮，偏偏啊臉間的這裡香。為我有滿腹心事都無得講，這來酒國啦最英雄。
来，干杯，干杯，尽量互大，莫顾上过去的创伤，故乡啊无路用，点出了笑容，饮酒来好好徛伫梦中，美丽起来犹原是一杯活龙。David Wong， 李立忠 ，Sky Tan， 聽過未啊 ？OK， 馬來西亞的光榮 COVID-19， 唉，乾杯，乾杯，盡量豁達，莫顧上過去的創傷。千杯的味啊曾醉，走過了情英雄飲醉，若離頭啊痛，醉酒就行入夢中，瞓醒聽日起床，又龍精活鳳。好嘢啊！多謝，謝謝大家進來。謝謝大家的分享。好了，2個禮拜要做6個小時，應該沒問題了。啊，當周潤發係偶像，真係有一首歌，我聽日揾出嚟。OK， 裝妹客家妹韓國愛，呢個客家手韓國校，個聲。唔係啊 ，all right， 佢於是在上去拿出條條歌飲2杯。好啦，我做了，你冇做，多謝各位捧場，多謝，真係好感激你哋。Terima kasih，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감사합니다。多謝啊，冇該。OK， 當你老了。我要睡了，明天幾點啊？一樣啊，9點啊，好嗎？好 ，tomorrow Sam，OK。Jojo， 來 ，Good night everybody，Thank you very much 真的你們太好了，對我太好。好，晚安。又被散了，散都沒有散了，這個。